大家好，我係老泥妹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瞓覺嘅故事。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睡公主嘅故事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睡公主因為王子嘅一個吻，同王子拉埋天窗，過上幸福快樂嘅日子。但之後呢，結婚後公主發現同王子同床，每晚都因為王子嘅睡姿同埋鼻鼾聲搞到冇覺好瞓。睡公主同王子就開始分房瞓，兩夫妻關係急轉直下。所以睡公主死後就化身為瞓覺仙子，祝福所有小朋友，希望佢哋可以瞓得到，瞓得好。呢個完全係帶有個人情緒嘅發言。睡公主嘅代表唔排除提高，而我細細個就受到瞓覺仙子嘅庇佑，無論咩時間、咩地方、前晚瞓幾多，我都隨時可以進入深層睡眠。係啊，佢細個嗰陣諗住瞓覺前同佢講睡前故事啦，點知都未講到一半就已經瞓咗啦。瞓覺嘅姿勢都唔會限制我進入夢鄉，就算旁邊嘅聲音有幾大，都唔會嘈醒我。呢個女咩事啊？咁都唔醒，仲等佢開門㗎？不過瞓覺仙子嘅祝福由我21歲生日開始失效，一成為社畜，我就間唔中開始失眠。為咗令自己更容易入睡，我開始改變自己嘅生活習慣，臨瞓前飲杯，請適量攝取酒精。我都好想飲你哋啊，但晚上8點啦，依家飲完，我今晚不如直接返嚟聽日份工啦。求你保佑我今晚可以瞓得好啲。之後相安無事咗好幾年，但係一到30歲，要做到一跌落床就瞓着，就更難上加難。明明上床前先去完廁所噶，點解而家又急急地啊？腰痛。更煩嘅係準備瞓覺嗰陣，個腦會突然間好精神。我瞓唔着啊！我要聽睡前故事。你幾歲呀？學埋個口未瞓得着咯。我瞓唔到，你都唔使旨意瞓。嚟！從前有一個男仔講故事俾一個女仔聽，個女仔聽聽下就瞓咗啦。完。喂，咩垃圾故事啊？係，再嚟啊！從前森林裏面住住3隻豬兄弟，但同時附近都住咗一隻大灰狼，睇中佢哋好耐。一日佢終於忍唔住，就去咗豬二弟間屋前，佢大力一推，間木屋就散咗啦。豬弟弟就跑去豬二哥間磚屋度避難，大灰狼都追埋過去，佢一個助跑，大力一跳，間磚屋又散咗啦。兩個豬弟弟就跑去豬大哥間石屎屋度避難，大灰狼都追埋過去。就當大灰狼好煩惱點樣可以捉到3兄弟嘅時候，石屎屋就自己冧咗。大灰狼行埋去一睇，哇，一條鐵都冇嘅，好一個豆腐渣工程。完。聽完仲瞓唔着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大家有冇試過瞓極都瞓唔到呢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中意我嘅故事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再見。